这老鸭汤的料都备好了吗？拿点白菜来，在那边呢。照您的吩咐，老鸭已经洗净，莲藕和红枣也备上了。把那老鸭、莲藕和红枣同时下锅，小火要炖2个时辰。哦，知道了。拜见大人，请问大人有何吩咐？忙去吧。是。快去吩咐人多抱点柴。哎，是我这就去。把这盘子弄肉给前面端上去吧。啊，好的。哎，看看锅里的肉糜熬烂了吗？早烂了，可以熄火了。哦，我先把那酸梅汤给贵人们送过去。大人，站住！你这碗里所盛何物？给叶后和贵人熬制的酸梅汤。酸梅汤？啊，大人。你是本地人？啊，奴婢是本地人。你的烹饪手艺肯定不坏呀。哦，奴婢家里头祖传秘制酸梅汤，这边的小城人人皆知。这酸梅汤不过是用乌梅、山楂做原料，再加蜂蜜调味。哎，你的酸梅汤难道有何特殊之处啊？哦，奴婢的酸梅汤里啊，再加五味子、大枣、薄荷叶这些辅料，味道的确不一般。果然是秘制，想必这等手艺的报酬价格不菲啊。官爷打趣，只是糊口罢了，哪里说得上不菲二字？你这话不真，你头上这只金簪子绝不是普通人家的物件，手工如此精致，看着像是宫里头的东西。那是奴婢婆婆给的，算不上稀罕玩意儿。官爷若无他事，奴婢暂且告退，前面还等着奴婢伺候。这盛夏之日，你这般辛苦，不如喝碗酸梅汤再走。这汤是给贵人们准备的，奴婢哪配？我说你配，你便配。大人，国相爷让你喝，你岂敢不喝？国相爷，喝吧。你说过，这秘制的酸梅汤味道不一般。你是在这儿喝呀，还是到大牢里喝？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啊！国相爷，国相爷饶命！国相爷，这的事对谁都不可泄露。是。刚开始啊，我还担心挺不容易一个好住处落空了，没想到这交房店比长宁店还要好。那是当然，有大王的眷顾，谁敢不敬咱们仨的？那当然。你们两个丫头也太大胆了，这等话也敢乱说吗？这儿是交房殿，皇后才是一殿之主，这里不会越冷僻肃静。这么多人同一屋檐下，人多口杂，行事要处处小心。你们若想惹是生非，岂不讲八字处罚？我先将你们撵出去。姑叔对，我们不敢了。起来吧。是。记住了，以后做事多用眼睛和耳朵，少用嘴。是。八字，智姑姑，月儿，快喝了这碗红枣黑豆黄芪肉，智姑姑刚给你熬好的。我眼下不饿，一会儿再喝吧。忙了一日，晚上的时候又没有多少胃口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是啊，就算你不饿，你腹中的孩儿也该饿了。
你眼下是一人吃两人饱啊。孩儿听到没？两个姑姑都说。你再略许往前些。你若不过来，我看不清你。月儿闭着眼睛，都会看清我的模样。这几年，我自己都快看不清自己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。月儿心里明镜一般。告诉我，你可好？好。你好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月儿哭不得，你已经是太后了。太后哭不得，但月儿尚可哭。见到你，我太高兴了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？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。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。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进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吧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呐，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如何？来，喝酒。等等。令尹大人真会说笑，楚王若不肯嫁妹，本王又怎能应娶？楚王，这把刀太钝了，看来要用上本王的这把匕首。
王，要我来帮你吗？秦王不必客气。寡人，楚王看这把匕首如何？好匕首，鱼诚匕首，削铁如泥。楚王可愿试上一试？是就不必了。楚王，你这是要拿本王的命吗？寡人的本意是，楚王为了悔婚而杀秦国之君，楚国即成秦国勇士。张子的玉女论，张子对着天下的美人，果然是学问颇深。不敢。张仪怎敢在大王面前卖弄粗浅之见？想那女子在大招之中就有峨眉曼之容则秀雅之言。张仪早就知道楚国美色尽在后宫之中。不，大王，这列国之美人，大王是否都曾见过？在寡人的后宫之中，未必只有楚女，这魏女、齐女、韩女、赵女亦都不在少数。这些个只能称之为女人，称不上美人。拜见南后。大王呢？在殿中召见张子。张子？哪个张子？张仪，给大王献上了《玉女论》，颇得大王的欢心。开门。是。先生所指的美人是？美人。美人如四季花色，眉令人高洁，兰令人幽远，菊令人淡雅，海棠令人惊艳。张仪以为齐女多情，楚女窈窕，燕女雍容，韩女清丽，赵女娇柔，魏女美艳，秦女英气，如百花若百宝，争奇斗艳，各有妙处，不一而足。芈月立于此地，向天地诸神起誓，只要芈月在宣誓地一日，便要保内乱平息，保师弟重回我疆土，保大齐再次扬威。谁若自认为比芈月做更好，那便站出，朕自行退后。若是做不到，诸君公卿大夫堂堂男儿，就不要再学长舌妇之行径，退朝。楚离子，此事你不能不管啊！这也不能不管啊！不管。诸位卿大夫，先回去吧。老夫定会向太后再三陈情。先生，耿相求见。甘相不敢当，楚离子。前日甘某已经辞官，不做右相了，不敢当这一声甘相之称。别这样说，甘相请坐。老夫正在上书太后，
尽力说服太后挽留甘夏。